如果有一日你喺港鐵月台見到一個身穿港鐵制服，企喺月台邊好認真指引乘客嘅職員，你行近一睇，發現竟然係陳啟泰，你第一反應會係咩？係唔係睇錯？係唔係拍劇？定係昔日百萬富翁主持人真係轉行做 MTR？ 各位觀眾，歡迎翻到娛樂熱話圈。最近網上就出現咗呢個超有畫面感嘅一幕。多名網民喺港鐵月台捕獲陳啟泰，見到佢身穿全套港鐵職員制服，神情認真，舉牌指引乘客，幫人撳升降機，成個畫面專業到幾乎冇違和感。最搞笑係網民即刻集體玩回憶殺，有人話答啱問題先可以上車，有人問入閘前係唔係要講最後答案，亦有人笑言搭車可唔可以用錦囊。呢一刻好多香港觀眾先突然醒起，陳啟泰呢3個字對香港電視回憶嚟講真係好有份量。不過事件真相當然唔係陳啟泰轉行做港鐵職員，今次佢着港鐵制服現身月台，係為全新問答節目《健康百萬大道》拍攝宣傳片。節目6月6日首播，由陳啟泰再度擔任主持，形式有問答節目嘅緊張感，但主題由以前大家熟悉嘅贏錢變成健康、醫學知識同慈善捐款。換句話講，當年一句最後答案令全香港坐定定睇電視嘅男人，今次真係用另一種身份返到問答節目舞台。講陳啟泰就好難唔講百萬富翁。對後生一代嚟講，百萬富翁可能只係一個舊節目名，但對經歷過嗰個年代嘅香港觀眾嚟講，呢個節目幾乎係亞視其中一場最風光嘅反擊戰。嗰陣電視娛樂仲係一家大細坐喺客廳睇，電視機一開，錄影廠燈光一暗，陳啟泰着住西裝坐喺參賽者對面，用好慢、好穩、好有壓迫感嘅語氣問一句：係唔係最後答案？呢一句真係可以令成個客廳一齊靜晒，因為百萬富翁最精彩嘅地方唔只係答問題，而係心理戰。參賽者可能本身識答案，但一聽到陳啟泰慢慢追問，信心即刻開始動搖。觀眾喺屋企明明都未必識，但又一定要扮軍師，對住電視大叫揀 C 啦，一定係 C 啦。呢種全民參與感，今日好多節目都好難複製。所以今次陳啟泰一出現喺港鐵月台，點解即刻爆？因為呢個畫面撞中咗香港觀眾嘅記憶神經，你見到嘅唔只係一個藝人着制服，你見到嘅係一整段香港電視黃金年代，你見到嘅係亞視、客廳、報紙、娛樂版、最後答案、錦囊、50打敗朋友，仲有嗰種一家人一齊估答案嘅年代感。更加有話題嘅係陳啟泰近年亦親自講翻百萬富翁背後一啲內幕，其中最多人討論當然係周星馳慈善版。根據陳啟泰早前受訪憶述，當年周星馳上百萬富翁並唔係普通嘉賓咁簡單，佢有特別要求，希望獎金夠高，仲想角色互換，由周星馳做主持，陳啟泰去答題。呢件事如果用今日角度睇，其實好有星爺風格。佢唔只係上節目，佢係想將節目本身變成一場表演。陳啟泰亦提到，當年節目組為咗令周星馳可以順利贏出高額獎金，幕後有提供貼士。呢度要講清楚，呢個係陳啟泰早前受訪時嘅爆料同憶述，所以我哋唔會將佢包裝成官方定案，只會用據他透露呢個口徑處理。但呢件事最值得分析嘅地方，其實唔係單純講當年有冇放水，真正值得睇嘅位係以前電視台點樣製造傳聞事件。一個節目要紅，有時唔單止要題目好玩，仲要有一個所有人第二日都會講嘅畫面。周星馳贏100萬，全城講；素人參賽者贏100萬，全城講。陳啟泰問一句，最後答案全城學。所以百萬富翁當年成功唔只係因為問答好玩，而係亞視成功將100萬變成一個全民情緒事件。你可以話佢係節目效果，你可以話佢係電視台公關操作，但係對觀眾嚟講，最後留低嘅就係一個又一個經典畫面。不過今次陳啟泰翻嚟，最打動人嘅唔止係經典回歸，而係佢背後其實經歷過一段好低沉嘅人生谷底。近年陳啟泰少咗喺幕前出現，原來疫情期間佢曾經受到抑鬱症同焦慮症困擾，
對一個長期面對鏡頭、習慣掌控節奏、習慣企喺舞台中心嘅人嚟講，突然間工作停擺、生活節奏斷晒，心理壓力可以好大。佢曾經因為情緒病同藥物影響，體重一度升到216磅。呢個變化對藝人嚟講其實好殘酷，因為觀眾睇到嘅永遠係外表，但身形變化背後往往係一場好漫長、好辛苦、旁人未必睇得到嘅心理戰。最令人動容嘅係佢講過自己能夠慢慢行翻出嚟，靠嘅唔係一句加油咁簡單，而係太太照顧、信仰、支持、藥物治療，仲有自己重新做運動、重新管理身體嘅決心，由216磅慢慢減到180多磅，由停擺到重回錄影廠，由情緒低谷到再度主持節目，呢個過程絕對唔係一句復出咁簡單。所以今次健康百萬大道對陳啟泰嚟講其實好有象徵意義。以前百萬富翁講嘅係錢，答啱問題就一步一步上去，追求100萬。但係今次健康百萬大道講嘅係健康，答啱問題，獎金用作慈善用途，幫助有需要嘅人。呢個轉變放喺陳啟泰自己嘅人生故事入面，其實好有味道。一個曾經代表金錢問答高峰嘅主持人，經歷過病、失眠、焦慮、體重失控同情緒低谷之後，翻到台前主持一個講健康、醫學知識同慈善嘅問答節目，呢個已經唔止係宣傳，呢個係人生對照。以前佢問參賽者最後答案係咩？今日佢可能想同觀眾講，人生好多時冇一條標準答案，但健康、家人、身邊人同埋重新企起身嘅勇氣，可能比100萬更重要。娛樂熱話圈角度，我哋可以拆3個位。第一，佢有情懷。陳啟泰代表住香港電視一個年代，佢一出現，大家自然諗翻起百萬富翁、亞視、客廳、電視機、最後答案同埋以前一家人一齊睇電視嘅日子。第二，佢有反差。你以為佢做港鐵，原來係拍宣傳片；你以為只係搞笑，原來背後係回歸；你以為只係新節目，原來連住佢自己走出健康低谷嘅故事。第三，佢有真實感。好多藝人復出都會講得好光鮮，但陳啟泰今次令人有共鳴嘅地方係佢冇遮掩自己曾經抑鬱、焦慮、體重暴升、需要治療嘅經歷。呢種脆弱感反而令觀眾覺得佢更真。因為好多中年觀眾都明白，人到某個階段最難嘅唔係贏100萬，而係每朝醒嚟仲有力氣面對自己嘅生活。所以今次陳啟泰港鐵月台熱話，表面係一條娛樂新聞，實際係3層故事疊埋一齊。第一層，港鐵制服引發網民討論；第二層，百萬富翁經典回憶翻晒嚟；第三層，一個曾經跌入情緒低谷嘅主持人，用健康節目重新翻到觀眾面前。呢度亦係今集最想講嘅觀點。有時觀眾懷念一個藝人，唔止係懷念佢以前幾紅，而係懷念佢陪過自己一段日子。你可能以前同屋企人一齊睇百萬富翁，可能同朋友討論最後答案，可能記得周星馳上節目，可能記得有人贏100萬嗰種全城震動。到今日陳啟泰再出現，你會突然覺得原來嗰個年代已經好遠。但同時你亦會見到一個人即使跌低過，仍然可以用另一個狀態翻嚟。所以今次唔係單純陳啟泰扮港鐵職員咁簡單，呢個係一段香港電視回憶重新喺港鐵月台開門。最後都想講一句，如果你或者身邊人正經歷長期失眠、情緒低落、焦慮、冇力感，真係唔好死撐。情緒病唔係意志力弱，亦唔係扮嘢。揾專業人士幫手，揾身邊信得過嘅人傾，係一件好重要嘅事。好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你最記得百萬富翁邊一幕？係周星馳慈善版，係最後答案，定係某個參賽者贏100萬嘅畫面？留言講低，呢啲真係香港電視史入面好難複製嘅集體回憶。